姊妹大家平安，今日是2025年10月24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84篇第1节到第7节，耶利米书第9章17节到26节，提摩太后书第3章第10节到15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持守所学的。细汉的时阵，我的妈妈送到伫中华田中阿舅的厝住，因为阿舅是小学的主任，也是老师啊吼。妈妈表示讲，当初时厝里咧起店面吼，住的所在呢，伤过晚近这个市场拢有真济的佚佗囡仔毋望我会当离开无好的环境，并且受到阿舅的好的教育影响。当初时时常听到大人在讲啦吼，咧甲囡仔教讲有样就学样，无样就加其上吼。学习对一个人来讲是非常重要，伫成长的中间。但是学习的对象更较是重要吼，要学什么人吼更较重要。若学毋对，就错一世人吼。耶利米先知提到着以色列人学的就是因祖先的歹，弃绝上帝，佮去学世俗偶像的敬拜，所以呢，因的国家就受到灭亡，人民就真济死亡。耶利米书第9章17节到26节来讲，上主万军的统帅讲：你着知死，去遐个唱哀歌的妇人人来。去招遐个熬哭的查甫人来，人民讲，因着赶紧来，甲咱唱哀歌，互咱目屎直直流，互咱的目屎袂摒袂离安尼吼。听咧一息安传出口声，愿竟然遮尔落魄，愿真正有够见笑，愿煞着放落即块土地。阮的厝煞互人拆毁，有的人着听上主的声，听叹伊的话，着教因的查某囝哀哭，教恁的查某囝欢唱哀歌。死亡会对窗入来，人入来伫咱的堡垒，伫街路杀害咱的囡仔，伫广场杀死咱的少年人。上主命令我甲恁讲。人的身躯会倒伫野换，亲像粪扫，亲像受寒的人落来的未遂，落来未遂，无人吸。因上主讲，智慧的人毋通夸口家己的智慧，勇猛的人毋通夸口伊的快乐，好业的人毋通夸口伊的财富。人若要夸口，就夸口伊捌我，承认我是上主。我爱伫世间施慈爱、公义甲公平，上主安尼宣布。上主讲：恁着注意，时日一个到，我要刑罚简单肉体接受割礼的人，就是埃及人、犹太人、以东人、阿门人、摩押人，甲所有住伫旷野铁树边的人，这个民族拢无受割礼。以色列全体人民的心嘛无受割礼。23节的经文特别提醒讲，智慧的人毋通抓做家己有智慧，勇士毋通夸耀家己有力吼，富有的人毋通来夸耀家己的财富。但是足侪人吼，明明知影这个道理，却故意犯这个禁令吼。保罗劝勉伊信仰的囝提摩太，着爱持守所学的。咱拢知影提摩太学习的对象就是保罗，学习信仰、学习服侍的态度等等。提摩太后书第3章第10节到第15节，保罗的教导提到着所学习好的内容，以及应该爱有的态度。你学我有所教示的，我会做人生活的目标：信心、宽容、疼心、坚忍，以及所听的迫害甲苦难，这你拢知。伫
就是我伫安提阿以格念罗斯特所拄着的迫害，我安怎得忍受？毋过主有救我脱离遮个。所有爱甲基督耶稣结连过敬虔生活的人，一定会拄着迫害。不过，歹人甲欺骗人会愈来愈歹。因家人骗，家己嘛互人骗，总是你着持守所学习亲信的道理因为你知这个是对什么人学习的，你嘛知你对细汉就明白圣经，这个圣经会当互你有智慧，通过信耶稣基督的拯救诗篇84篇第1节到第7节，上主万军的统帅讲：你行去的所在，互人遐尼意爱，我乱无上主的定要到分去。我的心神应我的上帝欢喜唱歌。上主万军的统帅，我的王，我的上帝。赤鸟啊，伫你的祭坛边做收，连鹰仔嘛伫遐来为着家己找着听囝的收，徛伫你的殿的埕的人真有福气，因称赞你无煞，对你得着快乐的人真有福气。因迫切爱将锡安山来朝圣，因经过的大雪山谷拢变成做水泉，秋雨降临，福气满满。因哪行哪有力，拢要伫锡安来朝见上帝。阮求主爱主帮助阮，诚做一个真实的信徒，互阮学习会晓讲真实的话，无有白贼，无有虚假，亲像耶稣基督教导，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上帝，来甲人来交往，来持守所学习的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